对嘛？看脸那些了闹。我等你新州都搞得路上了，到新了就，新了就还没用人家都没做。老板家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哥家没有招费哦。你说，老爷多了干。别啦，新州新州那是。现在不是多干两件大了，是吧？看好了，你小不能多干两件大了。OK。我老只要啦，做啥我是老红配哦。我一度那个，那个，而且我的脚也是，那老爷都乱呀，你说。OK， 容好。那个老爷，也都那么本事了。那老爷都那么本事啊，还专业点，科技差的啦。用嘛。我就我俾嘛，俾专业嗰時話俾業嘅來你說，啊？那不要多那高。多嘛。姑娘來，老闆家住啦。到了嘛。有啥給啥給啥。你多那高，多，你也不摸個就多。我有啥也得高铁，这现在上了路了嘛？我得新疆了么？他们老老公那都行了。你现在车里送菜的。也有好用啊。你也新疆啊？多都年充了，都行啊。那这就摸看手掌都多年说。刚进来呢，就下动车。你摸几个招吗？新娘不开了。招嘛，一天不招呢，招到有都招到菲律宾啊。你说我干啥子呢？哎呦。我冷呀，要冷就有新州新疆了。容养个奥特那哟。可以的呀。你刚才按照传统都给他们了。有个。你已經食多啦。我真的多了，记住。那还丑的不老的行啊！OK， 也不接了，拜了。拜了，你说。中间拜了又拜啊。那是很久的呢。知道上午接了呀。拜了。啊，都娘拜他是说那有那只有去到上拜。啥了嘛 ？OK， 我这他老阿都但老nó tôi xin nữa à. OK OK. Xin chết con nó bé bà trẻ nó, bé lo nó.